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尼泊尔香甘丹曲阔林寺等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祝贺澳洲新任总理；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欧洲议会强烈反对中国干涉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议长与司政致函悼念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之女逝世。议长与司政致函祝贺马克·卡尼当选为加拿大总理。第28届学顿节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驻巴黎协调员突登次仁在亚缅会晤支持西藏人士。日本西藏之家与拯救西藏网络在东京联合举办西藏文化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5月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尼泊尔香甘丹曲阔林寺、部分香城地区藏人、帕里地区藏人联合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法会上向与会僧俗信众发表讲话时表示：“我出生在塔尔寺的附近，那之后来到了拉萨，那坐上了达赖喇嘛的历代达赖喇嘛的法座上。那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教法和众生带来了贡献。中国大陆内部的信徒们听说关注佛法教义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来去帮助这些中国大陆的信徒们，能够给予他们带来利益。所以我是期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帮助这些中国大陆内部的信徒。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于本周一5月4号分别致函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祝贺他在澳大利亚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再次当选为总理。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不仅向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达了美好祝愿，同时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为流亡藏人提供庇护与支持，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慈悲等理念的努力所展现出的热情与认可。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三5月7号致函弗里德里希·梅尔兹，祝贺他当选为德国联邦政府新一任总理。尊者在贺函中感谢德国人民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尊严的非暴力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并祝愿梅尔兹总理在应对未来挑战、实现德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另外，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进行访问的司政边巴次仁于本月伊始与多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举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特区展开访问期间，分别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保罗·格罗夫以及参议员托德·杨和皮特里斯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随后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举行了闭门会议。上周五5月2号，司政边巴次仁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办公室会见了美国国务院前国务次卿、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保拉·多布里扬斯基。本周一5月5号，司政在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办公大楼拜会了推动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发起人之一，美国参议员杰夫·默克利。
司政还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南亚和中亚事务局以及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的8名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在其他会谈中，私人边巴次人分别会见了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排名成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并在参议院办公大楼与德克·克鲁斯参议员及团队举行了会谈。司政还会见了国际呈现式管理协会的国际技术援助主任卡雷尔·潘迪，以及西藏基金会的代表鲍勃·安克森和尼玛，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安加利·考尔。此外，司政边巴次人还于上周末短暂地访问了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藏人社区，并参观了位于该州维也纳市区中心的周末藏语学校，并在首都地区藏人协会与来自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的藏人进行了会面。与此同时，在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3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欧洲议会于本周四5月8号通过一项强烈决议，谴责中国在西藏系统性侵犯宗教自由的相关政策。欧洲议会在决议中对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尤其反对北京干涉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特别是针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蛮横干涉，并且批评中共透过寄宿学校等手段抹杀西藏文化认同的政策，敦促国际社会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决议还要求对藏传佛教高僧洪嘎多杰仁波切在越南拘押期间离奇死亡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欧洲议会还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中国的外交事务中持续提出西藏议题，并呼吁释放失踪30年之久的第11世班禅喇嘛冈登确吉尼玛。该动议由欧洲议会的5大党团联合提出，以478票赞成高票通过。欧盟专员麦克格拉斯呼应议会立场，承诺继续在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上向中共施压。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上周四5月1号致函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对他的女儿茉莉·麦戈文不幸逝世表达了哀悼和慰问。司政和议长在调研信中共同称赞了茉莉·麦戈文在面对罕见疾病时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并表示在这悲痛的时刻，世界各地的藏人与麦戈文一家同在。此外，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与司政边巴次人还于上周五5月2号代表世界各地的藏人致函马克·卡尼，祝贺他成功当选并宣誓就任加拿大总理一职。议长和司政在各自的贺函中表达了对新任总理马克·卡尼的祝福，并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并期望继续深化双方之间的关系。另外，流亡藏人社区的第28届学顿节于本周三5月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隆重开幕。本次盛会共有来自印度、尼泊尔和美国的14个藏戏团的460名艺术家参与，从5月7号至19号为期2周，将依次表演郎萨文波、苏吉尼玛等西藏传统8大藏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作为主宾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高度赞扬流亡藏人社区的新老艺术家为发扬和保护西藏独特的戏剧传统，并向新一代传承藏戏文化所做的不懈努力。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副议长卓玛次人、最高法院法官达瓦普吉和帕巴次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高级官员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开幕式。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协调处协调员突登次人于上周日5月4号在法国北部城市亚冕与长期支持西藏的友人约兰德·考蒙
新人民阵线议员弗朗索瓦·鲁芬以及当地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举行了会谈。在与鲁芬议员的会谈中，图登次人介绍了当地周末藏语学校的情况，并详细通报了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等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了向日本民众介绍和分享西藏的精神和慈悲文化，促进和平、和谐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人类一体性理念，日本西藏之家与拯救西藏网络于上周六5月3号在东京驻地本月寺联合举办了西藏文化节。在文化节开幕式上，驻地本月寺的木村志宏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共同致欢迎词。东京大学的平野教授讲述了西藏的历史，吉村教授讲述了藏传佛教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意义。摄影师旧井康泰则通过他拍摄的照片讲述了达赖喇嘛尊者与十轮金刚法会。另外，西藏摄影师冈玛顿珠通过影像展示流亡藏人的故事，而东京大学的学生钱正孝分享了他学习藏传佛教的经历。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